安那啦？那阮今仔日啦，讲话还较温柔咧哦。哈，你确定？真诶啊，因为等下来迄个是我理想的对象。理想的对象。对啊，迄个来宾是我这世人上想要嫁的职业对象。哦，所以今仔日毋是要来录音，是要来相亲就对啊啦。好啦，你莫来讲啦，你莫来讲我敢是迄种人。哦，安尼我今仔日先休困化，互恁两个安尼豆豆啊谈情说爱啊！但是我毋知影讲，伊敢有介意我这型的呢？因为毕竟我才18岁尔，伊感觉我伤细汉无？啊，你看到本人，敢问就知啊。哦，好啊，咱等下甲伊问啊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即礼拜就是阮的相亲节目，无来有人讲的。我尽量会制造机会互恁。莫俩别讲，莫俩别讲。好啦，安尼就好来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讲出来，用台语念出来。开有的 NG 是要安怎？哎呀，无多，因为紧张的呢。我嘛是安尼想啊。好，咱现在欢迎咱今仔日的出名人。欢迎，花头喜面的你安尼。哎哟，我你妈呢？听众朋友看无？你妈呢？我今日做起一个哦。我自顶礼拜开始，我就是行一个做起一个路线。咱看这个节目会当演偌久啊？来，咱请咱的来宾先简单自我介绍者，敢好？好，你莫给我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目光师傅，我嘛是一个设计师，嘛是一个工师，我是阿燕啊。阿燕啊。阿燕。伫咧 YouTube 点关的迄个木工阿燕。是。但是阮有一个问题哦，是因为像即个名，阮一般是念燕。是。对。像咱你是念燕，敢讲有啥物特别的意义？这甲阮做工即度，大家迄个称呼真有关系。就是咱先讲一个社会上的一个现象，就是讲你若伫外商诶，迄个公司你做上班的时阵，你有一个英语的名嘛？英语的名，你会叫做 Peter 嘛？ Helen 对无 ？Helen 嘛？对无？系啊，所以为什么笑甲遮欢喜？你袂搁甲翻译过来，所以伫阮目工界，还是讲伫阮工程界来讲，大家其实是叫，因为咱尾啊社会变成了，咱大家台语无遮好，所以其实真侪名你无都念出台语。可能毋知影要安怎念就对啊。我的旧名是梦魇，所以其实是叫做名言。你讲韩面的迄个梦魇，对，迄是梦魇对啊。所以我虽然叫做名言，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无都发出这个音出来。歌的音嘛对，名言嘛，莫讲啥，伊敢若看到这个字，伊就袂晓发音嘛。所以阮工地有一个真特殊的文化，就是第一就是拢叫旧名，第二就是拢用旧名加一个啊。伊有三个辈分呐，三个辈分就是我来做人实习的时阵，我人师傅叫我。安娜，无毋对，你阿伫后壁时阵就是安娜，我就是人细汉的，较大汉的较大汉就是阿安，对，阿哥较来的安西的对无？出师啊！阿安西也是一般来讲，大家迄时阵啊，你若搁较关键时，人毋敢叫你的名，人叫你西的。哇，真免叫名，西无名，即世人就无名，出名啦！这时阵来唱无名英雄，你的呢？主不一。这真趣味一个现象，就是大家拢叫旧名吼，拢伊甲你的本名拢对袂起来。阮顶去的叫做王贵生师傅，伊大家拢叫阿德。阿德是安那？我大伊旧名就叫阿德啊。阮使旧名是有改过名的意思。旧名是啥？因为工程界大家拢熟悉足久。你有诶拢熟悉30-40年。也会改名，进都熟悉，所以拢会叫我乌的。乌的乌的，你哪会要倒背？你哪会？是要叫阿乌还是乌的？我叫乌乌你哦，细汉的叫乌的，我叫乌乌。阮使即摆拢改名，叫做何罗奇，但是人嘛拢叫伊旧名，叫做阿豪安尼啦，家豪。是安怎？恁就是即个业界，拢一定就是有一个，我听大家人拢会伫改名。
是毋是因为事业做大了，感觉讲名对生理有淡薄仔影响，所以逐个拢要改名。算过8字安尼。系啊，是毋是甲拜神祈求生命有关系？因为大家改名吼，一方面是事业啦，尤其是迄种你若转做头家时阵，转做头家头前若袂顺的时阵，咱先莫检讨家己，咱先来改名一个。我先问看卖你想哪改名好啊？咱无别人他问啊，就先问你本人。但是我的故事较特殊呢，我毋是因为创业的关系呢。是哦，所以袂当讲。会使讲啦，但是这敢会使报出，因为我是人，阮前某要甲我斩桃花，结果无斩断啊。所以意思是即摆前某啊，所以即摆是独身，无结婚。我机会来咯，听众朋友。恁两个输对啊，这个大家拢有机会啦，大家拢会使。但是就是阿 N， 安尼咁对。嘿阿 N 啊阿 N， 我在18岁，才19岁，安尼才少年呢，你敢会使？我是拢会我。香港这紧张起来，我是拢真会使真拄好啦，但是我等去，即摆16岁，18岁就会使结你成年啊啦。我等于用修理啊啦，咱阮即摆有7啊，我较乖就好啦。今日没用落袂落啊，这集已经结束咯。安尼，大家再会。大家再会。好啦，安尼啦。好，安尼咱先简单，就是直接进入主题。你讲你是一个目江的师傅，嘛是一个设计师，家己有开一个工地。但是阮之前有看你的影片，对，听众朋友先甲恁介绍一下，伫 YouTube 顶管啊，拢有就是伊的影片会当看，还有一寡演讲。阮伫演讲内底就听到讲，你进前是咧做职业军人，后来才转导，是安怎？就是你会选就是做工。因为一般的人想讲做工拢较辛苦啊。是，无毋对，这个军人其实只是一个过程啦。迄当初是就是因为阮年纪到啊，对我来做兵啊嘛。阮母啊就甲我讲，你去做1年8个月。你读大学遐贷款单要安怎？你退伍出来了，这个大学来趁头来享受辛苦啊！不如安尼啦，你搁加做一倍时间啦，你搁加做几年啊？你退伍时阵有一个迄个退伍金嘛，退伍金你得使摕来还你的迄个贷款啊，所以才会安尼做职业军人啊。原来是安尼，所以尾也是啥物一个啥物起心动念，互你想要就是去转换做目工，因为其实有做者工种的啊。也未做兵，也未退伍进前，都有想讲要做目工啊。当初是因为我伫大学时阵吼，有伫餐厅做事啦，就是拿读册拿做事嘛。阮拄好头家因股东嘛是做装潢的，真侪这种状况，就是伊的朋友做装潢，就招伊来入股嘛。对，水电爸爸共款呐。是安尼哦。对啊。伊嘛是伊进前咧做啥，结果因朋友甲伊讲，阮做水电做好趁的，你要来无？伊就想讲为着要趁钱，才去换做水电。是，嘛是一个机会啊。对。自细汉的时阵，其实真早幼囡仔的时阵，差不多国校可能是1年2年的时阵吧。对。就是我其实我3兄弟我排第2个。阮厝里算房间电装潢啊。电装潢为着阮三个囡仔爱要读册啊，你爱册刀啊，你眠床爱分开啊。迄阵就收目工师傅来阮厝里来做8关8家嘛。看起来就是足厉害。做引导的对无？看起来咧，砰，哇，个引导的啦。我无看过是咧。骹手足溜咧啊。你无看过是你人生的无彩，真的。目工就是我这世人决定讲想要嫁第一个工。安尼。对，即摆是咧节目顶过咧求婚啊，晓。人已经有7啊，我只是讲我甲你听的尔。是。对，因为我家己有饲猫啊，本身就是对我来讲就是目工会当甲我心内所想要爱的物件，全部变做是真的。想要创啥就创啥。哇！砰砰，下一笔你的心内。好继续。无啦，你毋好呢，咱尽量毋好。阮这教育频道，咱爱较收咧。真的是。好，所以就是看到迄目工，就是一个想法了，落尾就去选这。迄其实甲即摆囡仔看人伫学请字、学跳舞，迄个心情应该足相像的。就是你就感觉哇，足厉害。哇！足想要甲伊共款呢。就像咱即摆做者米粉安尼，看到咱阿夸妹，就想要开始唱 rap 安尼。是啊。对吧？听到没话你讲，咱今日即场阿 N 会来咱遮嘛，是因为阿夸妹的缘分呐。安尼哦。对啊，你毋知？我毋知。因为就是甲我联络迄个人是听到阿夸妹迄集才知影阮的节目，所以你是碰到阿夸妹的福气，咱会才会熟悉。
安尼阮以后若结果阿宽妹就是咱的媒人。你莫去想啊哦，咱去有七啊哦，那弄定定弄会会来找家咧。无紧啊，诶。伊即马伊有女朋友，但是伊身躯边佫有其他的目光师傅啊。安尼就是伊做你的媒人，安尼就是无就是两个媒人。但是重点就是要安尼看嘛是要看去阿宽妹，因为是阿宽妹的代志，这会使熟悉着因，所以就是到时阵结婚的时候爱请阿宽妹来表演。安尼好。边仔迄个，因为阿宽妹才知阮节目的妹妹伫遐点头。哦，是。你要点的毋是不？我甲目光结婚对无？是因为阿宽妹要来对无？叫我听出来。好呢，想要问讲就是你当初是敢就会晓讲台语？因为阮听你的演讲讲你是甲两个台南师傅学的，啊，你本身台语程度啥款？自细汉会晓讲台语，因为阮阿嬷甲阮妈妈会甲我讲台语，但是阮伫算庄脚所在开始入去学校嘛。对。庄脚学校，国学校来讲，就是迄时阵呢，阮家己的老师因讲华语较无标准。伊咧甲你。我有写着啦吼，文章内底我有写着，英文老师咧我教注音符号是毋是安尼？伊来各位对，所以咱去国中的时候会去啊，帮个囡仔笑。因为我真够模仿别人的迄个开口，所以我就家己个调。家己纠正等安尼。所以慢慢变我华语讲了较标准，讲了较标准了，过来大学其实咱无啥物同学会晓讲台语。对啊。所以我伫咧甲做兵的时阵，已经拢等于袂晓放袂记啊，等于会使讲，已经袂晓讲台语啊。可能较够听。后来是学西的时阵，才甲台语扣倒来。是，迄足辛苦的，其实讲起来足辛苦的，因为大家毋知影，就是台语吼，我家己的观察吧，就是伫咱社会上，台语保留上济，就是传统业，传统行业。传统行业当然咱做工程嘛是传统行业。对啊，尤其是工地，我咧讲，你定喺听有台语，到时阵你去用骂，才会去知影。才人咧甲你骂呢，无去用错假，我甲你讲。伫工地边讲台语，真正足辛苦。我当初是去工地第一项困扰就是报春秋。因为咱台语的数字分成两种，文音甲白音。对，所以比如讲上歹分别的就是节。数甲七一数七，一数七，其实我讲毋对，是一数七嘛，因为文音是一数七，对，若是白音就是一四七嘛，对，哇，迄这个七夭寿呢，拢共款呢，对啊，对，足辛苦啊，因为咧师傅甲你报春秋来，大家听看卖，看恁我都整出来无，本来你14支我想看卖，我凊彩做春秋吼，啥物啊？这边讲啊，44支一数七的，也是迄。因为你头前有数字，你若报着春秋，头前可能是白，毋过报着春秋变文音安尼。转换者12支数印字的12支。对，佫有即种工地俗语啊，所以讲你若拄着水电，当然死啊。14支四笑一个四印字讲起来，哇死！你哪有听有？绝对听无啊！阮这就是数学袂晓，就是袂晓讲几遍嘛是袂。会去啊方面。所以是数学的问题，毋是迄个语言的问题。对，你个换这讲四印字，你个想讲迄是偌快啊，个啊是。对，个迄。我咧讲迄印字是春秋的意思。对，个换算啊！你迄四印字搞起切6米。嘿对。切6米夭寿。咪嘛毋是咱讲咪嘛毋是咱讲的迄个咪，喵嘛毋是咱讲的迄个喵。使阮那切得出喵，你搞想办法。无喵啦，要切个喵去啦。切个喵就无迄个机器啦。对啊。但是喵是更较细啦 ，CNC 利用的啦。你是毋是听无？我讲另外要甲你解释。或是毋是开始做复杂的？因为我无多要来等啊。阮的单位真侪种啊，阮的单位有算来讲好啦，公制、英制，然后跟台制，对，所以就是连咪报春秋，连咪算线的，对，有当时算印字的，对，哇。安尼你开偌济时间才会当就是会晓这物件，听了解师傅咧讲啥。问啊，你直接进入目讲台语啊。3-4个月吧，3-4个月才小可听有师傅即摆伫甲咱讲啥，因为这对师傅来讲，因嘛无啥会晓讲华语，所以伊要甲你交代工课时，伊嘛真辛苦。对，而且像迄房啊，佫有分大细，对，佫什物几什物，我袂晓。真几分几寸。对。是啊。困难的呢。然后问我讲要偌济，我讲安尼。用笔会甲伊做。
安尼差不多安尼啦。你无摕一块板仔来，无你知影尾后拢安怎？尾后拢甲伊讲，我有1000块，你甲我这1000块会当做甲偌高的偌高。安尼安尼上巧，所以就甲你避免，迄我后白讲诶啦。你继续问第三条，就问我这种人啦。对啊，过来要问讲，就是咧做木工，上接拄着人客问啥物问题，啊，有做木工，啊，有甲系统柜的差别。是木工吼，木工咱拄着人客问啥物问题吼，咱来讲一件代志，就是讲，其实讲木工嘛好，咱做设计嘛好，讲实在，咱是工业嘛。其实即摆现代社会已经变成到，其实阮拢会安尼家己算笑家己啦。其实阮是技术服务业啦，阮是服务业啦。阮是服务业，阮有专科的技术的咧。但是其实你甲人客伫讲工课的时阵，逐项拢爱全部重新理解过。所以你拄着问题吼，无可能共款百种。啊，你讲定拄着啥物问题哦？第一就是伊毋知影伊要做伊毋知影伊要做的工课是生做啥款，啊，伊来甲你问，啊，你两个人就是。所以我想要做一张桌啊。啊，对啦，鸡同鸭讲啦。啊，你讲嘛？所以我想要做一张桌啊。啊好，要做安怎桌啊？我要读册写字的桌啊。啊，偌悬？我坐咧遮悬。哦，你人坐落遐悬就对啦。对，我要人坐咧宿舍迄个悬。啊，你甲一般桌啊变悬就对吧？但是我感觉一般桌啊，哪像小可伤低呢？哦，一般桌啊伤低啊。我这人坐啊，坐较挺咧安尼。哦，啊，你是要换椅啊，是要换桌啊？我是要换桌啊，我拄则毋是甲你讲，我要做一张桌啊。差不多人客就是安尼啦。好笑哦。就是安尼啦。嘿，迄真正是讲袂完呐。念伊要悬，念伊低，念伊要深。对啊。准你春秋拢已经出来了，过来是材质啦，材质你问讲啊，你要是无？我想要迄光光的、水水的迄种。爱好吃无？会好顾无？迄其实讲袂完，所以其实咱木工讲起来是一种时间尔啦。头前拢有真侪讨论。对，迄就是设计师的，设计师爱讲的物件，设计师爱讲做侪物件。了解。伊爱叫人客骂，啊，该叫师傅教。业咧中啊。对啊，因为人客无合理的物件，拢交互设计师来甲师讲，啊，师就讲你接这什么单，我不爱做啊。啊，伊来甲伊回事咧，买饮料安尼。另外，我是毋是真正有想要教木工？你行业做了解，迄是真正做了解。真正有伫研究。好，安尼个来想要问讲，就是咱拄则有讲到迄木工甲系统柜的差别。像我这毋捌的人，我听着感觉讲，迄木工嘛会当做系统柜啊。这个等于甲所有的观众朋友讲啦，包括咱业未来的业主，你这样开始徛家，若要开始车架的时阵，你就是爱讨论这个问题啊嘛。啊，我是要选木工，还是要选系统的？其实所有行业只要出现系统这两字，就表示讲伊就是真侪做法拢已经统一过啊。所以其实系统这种思考方式，等于是对木工统计出人客上定做的迄几项。所以咱就是甲迄个帮破了，拢甲决定好啊。一般来讲，咱来做三图啊，迄个趟数，迄个趟数基本上就是差不多破58至59、60安尼，啊就是2笑的嘛。悬图啊嘛。啊，无就是咱做假图啊、册图啊，就较浅差不多笑半。若做迄种刀啊，还是咱讲的迄个厨房台面。这其实真侪案场拢大概拢是这物件嘛。拢这物件啊，师傅就免一个甲你对。伊就比如讲，甲你推出讲，可能有一个标准值啊，还是有卡达路度会当参考安尼。所以其实就是系统柜，就是有系统的木工。对，伊就是大家整理过。我就整理过讲那我知影啦，就是关图啊拢安尼啦，我门啊拢做即型的。对，安尼咱统一生产的时阵，就大家较省事嘛。所以我若是叫系统的来啊，但是我有物件要改，就是爱个另外叫木工。这就看这个对方的系统公司，伊有要甲你参详来修改无？有诶，无通修改哦。我出钱个别人甲我修改哦。你修改，所以伊迄种切好啊呢，无通改。寸球会使定，但是你形体袂使定啊。你即摆要箍一个啊，这造型还是讲你要改做还是圆的，伊无甲你改啊，因为加一个工安尼。是，人已经成立工厂啊，伊个工厂的期待就是学来要做遮的大量的工课，伊为着你要修即块门啊，伊就歹做，伊甲伊迄生产线就完全无共款的时阵，你咱讲你做 AI 工厂，向你叫伊做一双杯啊，哇，根本就袂使嘛，机器无共款，迄就是完全无共物件。所以我若是做系统柜，想要就是记迄猫仔空，就是爱个找木工来做。
嘿，所以我讲系统诶拢做好了，这个另外找别工来。有当时系统公司会使为着你这个你这个工课想讲啊，好啦，我嘛甲你服务一个。对，啊，伊若定定甲你服务了，无定这个硬坑，嘛会变做一种系统。哦，所以看起来我莫找别工使，我去找一个系统规个档诶，是，找一个系统规个档诶，可能较实在。档诶身躯边可能无我诶存在。好，过来就是阮嘛有看你伫个 YouTube 顶悬影片，啊，毋过目前产量敢若无啥济，请问就是差不多偌久会有新诶？啊，过来就是恁诶团队诶成员差不多几个人？啊，是。第一是这第一等下讲阮的本业吧啦。对，我本业其实我是木工出身的嘛。对。啊，即摆就是阮有公司有伫接设计案，对，装修拢有嘛。啊，当然佫有一方面就是恁看到我有伫拍片。对。啊，拍片不是本业啦。哦。拍片就是讲，迄是我家己的一个理想，就是我想要增加我的影响力。我拍片的时候，我就透过影片，是我都有观众就会看到我，就知我这个人。是啊，我咧讲的这种社会议题，就靠有人要甲咱插啦。哦，有啦。咱直直提工课来服务业主，啊，甲一寡无甲咱做着生意，无甲咱花着工课的人来讲，伊就毋捌咱啊。咱无通对伊讲话嘛。啊，所以咱拍片，今摆目前为止啦，差不多是2礼拜出一个较长的片，差不多是10分钟左右的片是安尼。每隔1礼拜，佫有较短迄个短片，这就是阮目前为止啦。啊，今年来讲应该嘛无要佮调整啊，因为我若直直拍片，我佫有我咧别工就免做啊，设计也免做啊，拍片的拜托的真正看影片的人，看偌济尔做别工，我咧讲，一张落来趁的钱，人主要是要影响的啦，安尼讲。是，这是趁钱、趁命、趁爽的趁命。系对啦，无毋对，分析了最好。因为我有我的团队在照顾啊，所以咱来趁钱啊，趁钱啊，了解。趁钱才会当饲家己的设计团队啊。对啊，所以阮的团队有分做3旁人，对，一旁就是木工，对，我上较早的本业木工嘛，对，阮木工有6个师傅。哦，啊，其中一个是查某的师傅，所以阮的团队内底有查某的师傅。哦，设计师有2个，其实配合的，因为咱业界有足侪种方式伫做案件。我有2个在业的师傅，我有2个在业的设计师，但是嘛有配合差不多3个。配合的设计师，伊拄仔讲3，我个叫是300个，你讲较紧吼，配合3，迄是你家己想的吼。我想讲足厉害啊，阮阿燕足厉害呢，配合300个安尼讲有毋对？300个袂做你啦，300个当一人开会讲一句就好啊，我规个月拢免休困。对，300个无得啊，过来另外就是我的2个助理啦，我2个助理因做的代志就较杂啦，就是逐项做，包山包海，包山包海啦，你像爱设计爱装潢啊，无样，可能行政的吼。嘿，对啊，咱咧讲啦，毋是做木工的，毋是做设计的，所有工课拢爱做，都拢换助理做，所以做辛苦的啊，因为我有2个欠助理，刚我欠过。你问阮助理啊？伊即摆来讲好，来，安尼大家较轻松对无？系啊，即摆是一下咧纠纷，一下咧应是你酬听讲了，我要去遐做助理，之前你要先配一个别工使。有。咱阮佫有2个，即摆佫有机会。先提供人选就对啦。几岁？阮老母讲差3岁、6岁、9岁袂使，我爱先甲伊就是过滤一个。你这少年拢差做侪啊？28哦，我袂记你啊。28啦，安尼加10岁，我问阮妈看觅诶。我爸妈妈超过10岁，你敢会使？差10岁拄好啦，我看法是安尼啦。你莫哩啊！好，安尼想要请问就是，咱最近呢，阮会知影你除了是因为阮的节目去甲你采访过，而且伫 YouTube 有嘛有看过以外，过来就是阮知影讲你伫咧台语路有合作一个，就是囡仔的木工。啊，想要问看讲，就是像即款的木工教育啊，学生的年纪差不多拢伫几岁？会晓爬就听我来做木啊！会晓爬，啊厉害哦！系啊！啊查甫甲查某的比例咧，像你看恁师傅内底硬一个是查某囡仔。哦，因为迄是一摆啦。当然啦，你若讲咱查某囡仔来做木工较辛苦，就是你搬了总是较重啦。对。啊，除了这以外，其实我感觉无啥物差别啦。
无啥物差别。我本身的价值观嘛感觉这拢无差别。对，我感觉讲目光是较幼路的物件，除了就是你无可能一个别人会当搬五块帮，我可能敢若搬一块，还是讲甲一块个相搬去。但是其他像迄册啊，啥物技术，感觉迄拢无问题。迄真枪飘飘飘，烟斗的程度是共款。无毋对。啊，过来就是阮去参加即种演讲啊，敢有需要啥物基本的常识？还是讲是人是有开课啦，开课，对对对对。无要问，我先问演讲，再个问开课啊。演讲需要好，对啊。嘿啦，因为阮家己即个教室吼是木工地，即个教室阮咧做诶代志嘛真多元啦。就是因为我会记得有演讲嘛，啊，有就是讲座，就是有诶现场是师诶，拢是师诶迄种讲座。对。因为你若来听演讲来讲，啊，你就有兴趣就来啊，迄种无要紧啊。有一个心就会当来啊。看你是要对设计有兴趣，对铁工有兴趣，木工有兴趣，还是咱对迄个社会的弱势的人较有兴趣，阮拢有相关的一寡演讲有咧讲遮个代志。真多元，真多元。啊，当初是谁那想要甲就是台语路合作？讲咱若对即场来讲啦，第一就是因为阮嘛朋友熟悉我即个资源啦，伊知影讲我会晓做木工，伊嘛知影讲我会晓讲台语。对啊对啊。嘿啊，所以讲伊真侪家长因足想要下囡仔有一讲体验的机会啦。所以不管是囡仔木工，还是囡仔台语木工，我就是一个选择嘛，伊就想讲我第一项我嘛有耐心带遮囡仔，啊我嘛较敢放手啦，因为外口咱做一寡木工体验的时阵，大部分因毋敢去动到遮个机械。对啊，惊你踩着手，惊你啥？惊危险。对。啊，阮较敢，因为我来教人做木工，讲起来嘛6、7年有啊。对。所以参加即阵敢签啥物，就是设计书，就譬如讲会去用到手啊是啥？那是敢若迄种一节课伫体验的迄种的，就免签啦，因为大部分来讲啦，咱无讲百面绝对啦，但是你来参加一堂课即种的，阮袂甲迄种机器用甲足危险的，害你有机会受伤啦。你若来逐项拢袂晓的时阵，阮就害你上专业的机器，其实大家拢足歹做，啊，你嘛足危险。而且到时阵机器也歹去，我要收哦，足侪钱的呢。机器小事啦，人毋好受伤靠呀。真甘心呢，好头家哦。免烦恼机器害去，机器害去就无要紧。人无代志，人厂商拢有赞助。原来是厂商赞助的部分啊。若像讲，就是甘丁高捌拄过，就是譬如讲，就是临时发生啥物状况，伫咧演讲，还是讲伫咧上课的过程，目前顺顺安尼。目前拢顺顺啊吼。演讲来讲，就是观众来闹的嘛捌拄过。对，我就是要问讲来闹场的。对，有当时毋对啦，对，你毋是啦，我讲你这无会晓，你这到底是想甲你教的？夭寿即种人哦，有啊，真诶会来闹场。因为咱即摆开始咧讲的是社会议题，伊若反对，有当时嘛会挑工来甲你报名。伊会甲你呛声嘛？伊讲你的思想甲我的思想是无共款的，伊来呛声有即种的，但是咱到即摆也无拄着，因为咱就也无到迄个程度。若有一工人专门来报名来甲阮对呛，来表示讲哇，我即摆咧做社会议题，有人看到。对，就像咱这无共款啊，就像咱这无共款，有人甲咱骂讲咱安怎，表示讲你即摆真侪人听。我就讲，其实因这是咱真正的买着。你爱咱爱到要死，爱咱卖着就咱无啦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我恁讲一件代志，时间过了真紧吼，咱竟然已经录出一集啊！我毋知我甲阿嘉有即个话通讲。阿燕，袂使叫阿燕。我毋知我甲阿燕有即个话通讲。其实阮有搁较济，就是阮两个，我理解人的话，我拢已经加掉啊啦。咱即摆先休困者，咱过来，咱后一集会有搁较专业的木工台语，对，啊，搁有一寡甲木工有关系，拢伫咧后一集，大家就爱继续期待听落去。好，安尼咱就先来收尾一个。好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，出名人请借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，也请问做，哦，我得急故事呗。因为所有的工种内底，我上介意木工，因为我感觉木工的人举迄
真枪，砰就帅诶！你讲顶礼拜来宾21岁，对，是姐妹， 21岁我24啦24哦24岁我买伊可能你。对啊，伊会晓什么日语啊、英语啊、德语啊，啊个学台语，个出册，人诗人呢。无紧，还有真济袂晓，我会使甲。这听起来是老司机的部分哦。是老师啦，毋是啦。恁离小师哥遐近，敢有去找伊？无呢，我拢经过因门口。像咱桥头摆，毋是拢一定爱拄遐过。啊，恁敢有去找伊？无，我拢经过伊了，去隔壁加油。好，来你试一下声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阿燕啊。阿燕啊。嘿。好，你换你。大家我，你莫学啊！学啥？我北边。大家好，我阿燕。阿燕。阿燕。燕。I A N阿燕。YEN。所以免迄个燕，无你讲台语拼音的部分。哦。我是一个拼音有问题啦。无手歌无字听啊，你无甲伊讲对无？练上去，你的心更低。然后还有什么？你改要去拿画面。